日中则移，月盈即亏。莫非这一次我真的来晚了？大家长，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无量剑阵，归根结底是赵玉珍的剑气之阵。破了赵玉珍手上那柄桃剑，阵也就破了。还请大家长为我们寻到一丝破绽。没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为这位道剑仙铺上一条死路。来不及了！暴雨梨花针，小仙女！这就是神幽玄境吗？